嚟到四川嘅天府之國咧，我而家要去睇各具特色嘅百年古鎮，當中難免要攀山涉水。我而家喺夾金海寺，真係應驗咗嗰一句：當時只記入山深，星街幾度入雲林。我而家要開始我嘅旅程噶啦。呢次四川嘅旅程將由西北部嘅夾金山為起點，途經小金，去到被譽為四川最純淨嘅山上樂土望魚古鎮。位於小金縣東南部嘅夾金山，以地勢險要聞名，所以自古以嚟就有民謠話：要想越過夾金山，除非神仙到人間。四川係屬於內陸無海地區，呢度嘅居民為咗滿足對大海嘅盼望，都會將湖叫做海子，寓意呢大海嘅兒子咁解。踏過小麥稻田，映入眼簾嘅都係一幕幕嘅湖光山色，展現咗小金縣最靚嘅一面。頭先咧揸車經過小金縣咧，沿途俾我見到呢個地方咧，好似嘉容藏族嗰啲碉樓啊，令到我好好奇，所以想入去睇下咯。呢個失足喺大路旁邊嘅旭日古鄉鎮，係西漢時期一個藏族褒祖古城嘅所在地，直至到清朝先至將古鎮改建成為當時嘅土司寨，即係部族首領嘅居所。不過隨住時間同風雨嘅洗刷，而家旭日鄉入邊嘅古城遺址就所餘無幾啦。我入到嚟咧，先知道咧，呢度原來係大名鼎鼎嘅褒祖古城。其實呢個地方咧，曾經喺鼎盛時期咧，有過360座碉樓同埋4個城門嘅，曾經喺度住過好多人，同埋好繁華嘅一個城市。但係而家咧，就係俾我見到剩翻一座經樓同埋一座碉樓。離開小金縣，向雅安市出發，經過一日嘅時間，就去到同望魚古鎮連接嘅周公河啦。橫貫雅安市嘅周公河係以出產雅魚聞名嘅。越過周公河畔，再行幾公里，就可以去到位於周公河上游嘅望魚古鎮啦。其實望魚古鎮呢個地方咧都幾隱蔽嘅，要嚟呢度咧必須要先經過周公河。咁點解呢個地方當初咧會興起咧？因為佢茶馬古道上邊一個出名嘅驛站。咁其實呢個地方咧雖然係咁講啦，但係其實佢好符合風水學嘅要求嘅，因為佢枕山環水同埋面平。咁不如我哋而家入去睇下呢個小鎮嘅特色啊！坐落喺高山之上嘅望魚古鎮，亦係昔日南方絲綢之路嘅必經地域。古鎮係建於明末清初，到而家已經有400幾年歷史啦。群山環繞嘅望魚古鎮，講究傳統風水選址，倚傍住山腳之下嘅周公河。呢個便利嘅交通要塞就成為古鎮發展嘅經濟命脈啦。嗱，我而家帶大家上去咧，就係雅安市咧，唯一喺山上面一個古鎮。咁其實呢個地方咧，係古代咧係茶馬古道嘅一部分嚟嘅。咁上面嗰個咧係以前嘅驛站。咁但係咧，我哋要上去咧，仲有100幾級樓梯嘅，大家跟住我行啦。古鎮之所以建喺山坡之上，目的嘅就係要易守難攻，咁居民呢就可以有效咁防禦山匪嘅襲擊。
行上118級嘅石階，面前出現嘅就係遺失嘅人間樂土望魚古鎮啊！古色古香嘅望魚古鎮，體現咗傳統古城嘅結構佈局。望魚老街以狹長嘅一字形長街貫穿全鎮，街面沿住地勢嘅高低錯落而建，豐富咗街道嘅空間感。兩旁嘅古屋呢，都係明清時期嘅木結構清雅房。古屋全部以木柱支撐，柱上邊刻有古時嘅吉祥圖案同埋戲文人物。呢度嘅古屋呢，都起成2層高，地平呢就起有石階，造成高叉位，目的嘅就係同街面嘅孔洞相連，方便排水。古鎮嘅屋同屋之間呢，都係屋檐相連，造成騎樓式嘅設計，方便居民呢喺落雨嘅時候可以行走全鎮。嗱，其實我而家行緊呢度咧，就係望魚古鎮咧唯一一條大道嘅。咁呢個係青石板塊搭嘅路嚟嘅。咁其實咧佢好青，除咗因為佢本身嘅石料嘅關係之外咧，亦都係因為佢有好多青苔。咁加埋而家落雨咧就好跣。咁其實咧，而家呢度咧剩翻200幾戶人家，而大部分咧都係老人家嚟嘅，因為啲後生仔已經搬晒出去住啦。咁呢個地方你嚟到咧，你覺得好似時間可以停住咗咁樣嘅，大家都好悠然自得啦，好輕鬆啦，大家亦都唔擔心話，會唔會係即係呢度好唔方便啦？同埋與世隔絕啊，大家依山食山，依水食水，就覺得呢個地方真係好似個世外桃源咁樣咯。沿住鋪滿厚青苔嘅望魚老街行走全鎮，望到嘅係一排排歷經百年嘅古屋。當中嘅木牆同木柱已經因為年代久遠變成灰暗色，無論係窗棂、牆角同柱基上面嘅雕花，都係精緻古雅，不其然會令人諗翻起昔日茶馬古道嘅繁華喧鬧。居水馬龍、鶯歌燕舞，一條古鎮街，同現代人細說咗佢哋腳下流失嘅歲月。生活喺香港，一直同高科技為伍，踏足4村，竟然發現柳暗花明又一村。喺呢個古色古香嘅望魚古鎮，唔會揾到電腦，亦唔會見到任何現代化嘅設施，只需要靠雙眼去欣賞呢度嘅淳樸，靠雙耳去細聽呢度嘅笑聲，真正用心去感受，你就會發現遠離繁華嘅望魚古鎮原來係咁靚嘅。